Word 檔整嘅。咁我覺得點解會用 Word 檔同埋相片去整咧？第一就係有條理，你有條理就 present 俾人聽你講緊啲乜嘢，我就比較容易去修改。因為 Word 檔咧，你 copy and paste 咧，咁就可以好容易咁樣去調動同埋整理。物料就係要考慮呢個實際因素，即係你用咩物料咧，你要考慮實際因素就係、因為我中四時候咧，我冇揀美術嘅，我中五嘅時候咧，我先至轉科轉咗去讀美術，係啦，讀 BA 嘅。咁所以我必然要考慮好實際嘅情況，就係我夠唔夠時間去做我份 work 咧。咁所以咧，我就用塑膠材去做，塑膠材咧快乾，咁所以基於呢個實際因素咧，我就揀塑膠材。同埋點解會揀 painting 咧？咁就係因為依家呢一個學制咧，可能比較少素描課，同埋係啦，少素描課，咁就令到我要揾一啲 work 去俾我練我自己嘅 painting。咁所以咧我就結合咗呢一啲嘅考慮因素咧，係去整我嗰一份 work。除此之外咧，仲要包括你嘅創作過程。咁創作過程咧，就會用相片嚟做一個記錄，然之後下面可能會有一啲嘅展述咯。我自己嘅做法就係咁嘅。Supportive work 係十分之重要嘅，上到大學更加覺得呢樣嘢重要。咁呢啲嘅 supportive work 咧，就放喺 file 最後尾，表示你係有做到，你係有諗過。除此之外，就要講有啲乜嘢困難啦。困難咧，畫畫可能會比較少困難。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可能你做過啲乜嘢修改咧，你都要記低，你都要寫落去。最後尾就係講你嘅作品嘅簡介同埋意義啦。咁作品簡介同埋意義呢啲咧，有可能同你之前嗰個創作意圖咧個關聯性未必大。但係基於呢一個學制嘅要求咧，咁所以咧，我鼓勵大家，如果係有啲咩，即係你字數上唔夠咧，你作翻出嚟咧，最後尾可能反思同埋感想嗰度咧，嘗試以一個第三身嘅角度咧，去睇翻你自己嗰一份 work 咁樣。感想嗰度咧，可以講下你自己通過做呢一份 work 有啲咩突破，佢究竟對你嘅生命有啲乜嘢嘅影響？總括而言啦，你嘅 portfolio 係要包括你嘅創作靈感啦、來源啦，你有參考圖片嘅，你寫埋落去啦，或者你 place 埋落去啦。你用咗啲乜嘢物料？呢一份嘅物料同你自己嘅作品究竟有啲乜嘢關係？你都要講埋啦。當中究竟有啲咩困難？平時咧帶定相機同埋用一本即係sketchbook 係記低。都鼓勵大家平時帶 sketchbook 周圍走啦，去記低你嘅 idea 同埋有啲咩困難，你都可以即時記低。我揀咗一件作品就係、設計意味強啲嘅。你見到其實我呢一版全部都係做 research 㗎啦。咁我講翻先，呢個 film 係 Pokemon 成 art 啊嘛。咁我 study art 入面嘅 pop art 啦。咁佢要求我有好詳盡嘅理解，咁我就做咗好多 research work 嘅。咁呢一版你見到都仲係一個 research work 啦。咁因為做一份 portfolio， 你係需要顯示到你嘅思考過程。咁你嘅思考過程亦都需要一啲搜集嘅資料去 support 你嘅理論啦。咁所以我就即係都係揾咗好多呢啲嘢嘅。最後有啲嘢要 highlight 出嚟啊，咁你印咗出嚟之後，你先發覺到嘅，咁你都可以用，即係可以間翻啦咁樣。咁呢個係整理 portfolio 嘅一啲技巧啦。因為你得4頁啫嘛，所以你要排得好好嘅。係啦，咁到呢一件 work 咧，就係將 Pokemon 變成用一個 pop art 嘅形態去展現出嚟，做咗一系列嘅作品啦。咁我就提翻啲同學，其實做一個類似 brand building 咁樣嘅嘢係 OK 冇問題嘅，但係一定要做得靚靚地出嚟啦。譬如我整咗一對鞋出嚟，咁冇可能就咁 display 出嚟嘅。到最後 final work， 我諗大家頭先都見到嘅係一系列又有佈景板啊，又好多嘢食啊咁樣嘅。咁
咁係啦，咁呢一度咧睇到其實任何細節上嘅一啲 process 嘅嘢都要擺落去啦。其實你見到做呢啲 process 嘅嘢係好嘥時間嘅，咁呢啲基本上都係我完成咗件作品之後先至畫落去嘅啫。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你無論如何點都要做一啲 research 啦，就係、揾一啲做過相關作品嘅 artist 嘅作品啦。咁你都要擺落去 portfolio， 咁先至顯得出你件作品係有一個有個 process 喺入邊啦。咁你就必須要將你失敗嘅記錄落去啦。咁到最後咧，你就可以反思咯喎。咁你反思嘅時候咧，你就可以講下limitation，譬如話今次做作品嘅時間好少，金錢有限啊，咁結果就令到邊一 part 你唔滿意啊？你就會諗，如果我哋有呢一啲嘢咧，我下次嘅 improvement 會係點樣啦？你將會點樣改進你件作品啦？點樣做好啲啦？你嚟緊嘅作品嘅方向係點啦？咁你到最後件作品你就可以總結下，今次啲成個 film 對你嘅人生有啲咩影響啦？咁我哋可能就會分開3部分同大家講啦。咁我就同大家講咗啲基本知嘅。咁好啦，我覺得即係做 portfolio， 我哋學到嘅時候，第一時間其實要諗到啲乜嘢咧？其實就跟呢幾個要素啦。第一個就係其實佢係講乜嘢嘅咧？嗱，一個題目好重要嘅，因為我覺得有啲人其實佢定咗個題目之後，好容易就會去咗一個滑坡嗰度。咁第二，你講嘅對象係邊個咧？咩對象你定得清楚嘅話咧，好多特徵你自然就會浮現到出嚟。咁第三就係點解啦？點解你要做呢份作品？你要做呢份作品唔單只係因為呢個社會可能有啲嘢存在，更好嘅係你會對呢啲嘢係有啲嘅睇法。咁你見到第4個係重複嘅，你要諗多次，你會唔會係因為覺得呢條題目簡單所以先嚟做咧？咁樣係好危險嘅，有呢個出發點去做，會完全出乎你嘅意料嘅。其實呢啲嘢未必係個個睇得明你講乜，未必個個明你諗乜嘅。所以你要好清楚你自己對嗰樣嘢係有一個感覺嘅，係明白嗰件事件嘅，咁你先去做。咁第5就呢個就係睇翻邊種嘅作品啦，就係講翻係關於邊度嘅事。喺唔同嘅地方其實係會有唔同嘅因素影響嘅，即係唔可以全個世界一概而論。嗱，咁一開始咧，其實我就呢份係羊群心理啦，咁我就會基於羊群心理呢樣嘢去不斷咁去。可能 mind map 啦，基本上乜嘢都會寫晒落嚟嘅。其實我覺得冇乜所謂，就算你寫咗啲嘢好蠢啊，總之你諗到乜就寫乜嘢。你至少你寫完之後，你最尾唔用，你咪踩咗佢咯。你至少俾人知道你係有諗過呢樣嘢。你諗法唔會係好片面嘅，你唔會單純羊群心理羊群心理好蠢咁啊，直接羊群心理指住好蠢咁樣就算。你會有好多方面咧，可能羊群心理會諗到啲安全感啊，各方面唔同嘅嘢你都可能諗，總之諗到就寫落去。更加多元素，咁呢啲就係啲構思啦。一開頭你有咩構思就都好似慢慢咁樣數晒出嚟先啦。咁就算唔要嘅，你都畫咗出嚟，最尾就可能寫翻點解唔要咧。咁老師睇咗就知道啦。你有冇諗下嘢至少，唔係話唔要就唔要喎咁樣。真係唔該。咁好啦，你決定咗個題目之後，你未必就係成品嚟嘅，可能你就慢慢將佢演化啦。點樣令到佢更加表達到你想表達嘅嘢啦？咁好似我咁，我要講羊群心理嘅，佢哋可能一開頭我係做到真係好似成個人咁嘅，後邊我想表達佢哋好蠢啊，未必會思考，跟住慢慢咁去將佢簡化，將啲特徵凸顯出嚟啊，同埋將啲身份凸顯出嚟嚇，將唔該。咁後尾諗到可能未必係咁固定性咁指住一啲嘅身份，咁我就可能將呢啲特徵全部簡化晒，最尾就將佢哋形象，佢哋可能好enjoy呢件事啊，咁呢啲嘅特徵去凸顯出嚟嘅嚇，將唔該。咁最尾可能就決定一啲細節嗰啲位啦，譬如佢啲顏色啊，可能都會有影響嘅。咁呢啲可能就有你自己再，總之又係列翻出嚟，咁再去思考。呢個作品咧就係個木箱嚟嘅，咁有段片，咁我就喺入邊咧，就喺擺咗喺學校操場啦，就喺人流最多、放飯同埋放學嘅時間。我就擺咗呢個箱喺門口度，咁同學見到會點咧？呢個就係我嘅記錄，呢個作品嘅記錄。然之後呢個作品其實未必係一個我真係嘅作品，我嘅感受先係我嘅作品。咁呢個就係我喺入邊嘅情況，我點樣俾人騷擾。
我點樣防衞咧？佢哋開我又要刪。即係佢哋會好開心，佢哋會喺我雙面前面影相，會伸手過嚟搞我，唔止推相咁簡單，會伸個頭入去啦。佢哋會真係係啊，影相啦，就嚟啲人就舉晒嘢咁。好，咁呢段片咧，其實頭先冇講啦，就講私隱嘅，講私隱問題。嗱，呢個就係我點樣去發展咧？係啦，我點樣去研究呢件事，同埋我點樣做資料搜集。咁你去 7-Eleven 行過，見到啲標題好大隻，好吸引㗎嘛啲字，咁睇下你忍唔住買喎，10零20蚊嘅一本雜誌，或者你就咁上動新聞去睇一睇呢啲咁嘅八卦新聞，你就可以攞到人嘅私隱。呢個私隱到底係咪咁便宜咧？係咪咁簡單咧？咁嗱，我點樣發展咧？咁我就要問自己一啲問題。私隱學家啦，咁頭先都講問要自己問點解，因為你會有盲點噶嘛。有時候你趕功課，你睇唔到自己原來我漏啲嘢喎，你就要不停有啲問題去問自己啦。咁做 research 其實就係有啲嘢係 support 你，你就要揾翻呢個問題係咪真係存在喺呢個社會上邊，然之後可能更加多嘅理據去支持，你又要寫翻一啲相應嘅意見，你嘅睇法去回應翻你揾到嘅資料喎。呢啲就係要好好利用你揾到嘅資訊，你要一步一步咁做，你然之後你先唔會漏咗每一個細節。咁所以一步步做，其實我就覺得好緊要嘅。咁除咗一啲咁啦，我藝術評賞其實都好重要。因為你唔同人有唔同嘅表達手法啦，你點樣去學習佢哋咧？我用自己嘅身體去體驗一個社會嘅現象，佢哋咧都係用自己嘅身體去體驗喎。黃國財將自己同自己整嘅一間屋仔就放去維港。點樣去體驗下香港人買樓好難？好跟住何兆基點樣去體驗下一個平衡？點樣體驗下一個空間帶來佢要用身體去做一個平衡？呢啲都係用身體去表達㗎嘛。咁我嘅作品可以點做咧？咁我咪經過呢啲咁嘅 research， 呢啲咁嘅研究，我咪可以支持到而推到我可以完成我嘅作品。我係想講下mind map 嗰部分嘅。咁我依家呢個就係講我罐頭嗰一份作品。咁頭先都講過啦，喺你做作品之前，即係詹志豪都講過啦，係唔可以去玩呢個倒敘法㗎嘛。其實咁樣係會好不足，好多嘢會漏咗。咁所以喺你做你份作品之前，我好建議都係會首先做一個 mind map。咁就好似我呢一份作品嘅題目就係、愛護香港，咁愛護香港可以諗到啲乜嘢去做呢？咁我哋唔係一下子就跳去講學制，咁我哋就可能喺呢一個mind map 裏面就會諗，其實愛護香港好多嘢喎，可能講下電影工業沒落啦，咁好多或者鄰舍關係點樣消失緊啊，一啲貧富關係啊，咁好多嘢可以講，好多嘢可以諗，好多嘢彈到出嚟，咁呢個係去令到你有更多嘅創作機會咯。我就最左手邊嗰個就係我第一個 mind map，咁就可能係講得好多不同種類嘅，我中意香港啊，唔中意香港嘅嘢，或者我有睇法嘅嘢。咁另外嗰邊啦，可能我再去將佢收集翻少少咯，就不如講下年輕人啦。咁年輕人又有啲乜嘢啦？可能我又會寫打機啊，又寫港鞋嘅問題啦。有寫讀書啊、壓力啊咁樣，咁就從中去做一個篩選。咁樣你係所有嘢係經過思考嘅，因為講過一個大主題要做3份作品，咁我就會係整之後嘅嗰3份作品咧，都會可以依靠住呢兩個路途去發展咯。我哋就首先由 mind map 去引發自己去有更多嘅創作嘅靈感啊，我可以做，我想講，或者乜嘢係
我有特別有一啲感覺啊，我有特別有想法嘅嘢。當然啦，個過程之中咧都係會一定要去做一樣嘢，就係問翻自己。藍天都有講過，你係要不斷問 why 嘅。咁呢一個咧就當然啦，就我哋做完一個咁我哋去即係可能我哋已經選定咗，可以搞學制喎。咁講學制咁，除咗頭先阿詹有講過話要做一啲 research，咁有你亦都要咧不斷去講自己嘅意見，你點睇咧？究竟你係點去睇一件事？亦都喺你做完 research， 即係睇完好多資料好多嘢，你再去問自己一啲問題，同埋再去而家你嘅想法有冇變到？呢一兩章嘅作品集裏面嘅內容咧，就去講翻一啲你自己嘅意見，可能就係講緊壓力啊、壓力大啊，或者你未睇資料之前，你梗係會覺得讀書我好辛苦啊，我日日要考試啊、測驗啊，冇時間休息啊。但係其實老師係咪同樣都係咁樣咧？跟住有好多嘢你就會慢慢去補完翻係咁。亦都喺不斷嘅過程裏面，你係會要不斷去做一啲 job 啦，因為你有時諗到一啲圖像嘅少少嘅idea，咁你就即刻畫低佢，係錯係唔緊要，同你最後嘅作品完全冇關，都係唔緊要嘅。咁呢度就係一啲 research 啦，你去用翻啲圖像去表現翻你想講嘅嘢啦。